班艾弗列克又吃回頭草，轉重回前妻珍妮佛加納懷抱。好萊塢男星小班艾弗列克 Ben Affleck 與前妻珍妮佛加納 Jennifer Garner 2015年爆出婚姻危機。同年6月，艾弗列克搬到了後院擴建的客房中，夫妻開始分居生活。之後雖多次傳出復合消息，但都沒有下文。2018年，兩人還是簽字結束了13年婚姻。小班和加納離婚後，又回頭找上前女友喬團珍妮佛羅培茲 Jennifer Lopez。相隔20年，愛火燃燒猛烈，但也很快畫下句點。兩人在2022年再婚，迅速在去年宣布離婚，結束2年短命婚。英國每日郵報報道，小班似乎就是喜歡吃回頭草。近日被發現疑似又再度回到珍妮佛加納懷抱。加納日前被目擊從小班的家出來，他穿灰色毛衣和黑色圓領衫，一臉悠閒的模樣，手裏拿住一杯熱飲，在小班的房子周圍散步。據悉，他倆離婚後依舊維持好友關係。小班戒酒遇到瓶頸，也是加納細心照顧他。儘管加納在和小班離婚後也有新男友，但他其實對小班還是很有愛，畢竟他依舊是孩子的爸。據他的友人透露，加納極度害怕再次愛上小班，他很擔心會再次心碎，他不想再自另一顆破碎的心，因為這會帶來太多的麻煩，而且他不想讓他們的孩子看到他們的媽媽和他們的爸爸一起過住糟糕的生活。不過，他一早素顏從小班家出來，也被外界認為兩人正走向招復合之路。